不清。你看，桌也都换过了。那当然了，都10几年了。那时候你坐最后一排，你还记得我坐在哪儿吗？第3排。你不会把全班的座位都记住了吧？我可不信，那个时候你还能关注到我坐在哪儿。最近一直在努力地回想高中的事情。那你想到什么了？我想起你拿香酥鸡贿赂我教你数学啊。你怎么想起来都是黑历史啊？我也会翻旧账。其实那个时候我一直都有一个目标，但是却没能实现。和我考同一个大学。你怎么知道？我看了航天爱好者那个群的聊天记录。你还找到那个群了呀？我相信你是真的在想。其实那段时间我挺沮丧的。初中的时候我成绩很好，我就很自信啊。可是到了高中就没那么好了。可是我一直觉得只要我努力，我学习一定可以上得去。但是后来我才发现，有些事情不是努力了就可以改变的。我应该教你。你有耐心吗？有。那我很笨，教不会怎么办呀？一定教得会，因为我很聪明。你能不能不要抓着机会就自恋啊？看着你眼里狂乱了下